今年的金钟奖伫咧昨昏颁奖结束，会当看到咱台湾的歌戏是受到真大肯定。若是陈阿兰以嘉庆君游台湾，正做头一个摕到最佳男主角的女性。当美魂的名博客栈，嘛得到戏剧节目创新奖。得奖的是陈雅兰，嘉庆君游台湾，恭喜！ 歌戏小生陈阿兰以嘉庆君这个角色，正做台湾历史上头一个摕到金钟男主角奖的女性。嫁给我好，我娶你。伫庆功宴请男性的西米露展出皇帝架势，陈阿兰以家己做咧鼓励演员继续拍拼做家己，因为无虾米代志是无可能的。获得这个史无前例，可以说开创历史的一个奖项。 那我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这么做。那我们台湾走在时代的前端。这在台湾以及世界来说，都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。它代表我们娱乐产业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性别框架，终于被撼动。歌戏伫今年的金钟奖，除了创下这个历史，结合歌戏甲音乐剧的名博客栈，嘛得到戏剧节目创新奖。名博客栈用情景喜剧的形式加现代剧本，邀请不同背景的演员、歌手来演出，互歌戏毋但是古早的传统戏剧，嘛是会使面向市场的大众作品。 我用台湾最接地气的歌仔戏告诉大家，歌仔戏一袂浓哦，歌仔戏很时尚，欢迎更多年轻人走入歌仔戏的世界。这个歌戏演员想要用因的热情，互大家知影，歌戏毋但会当伫戏棚卡搬，嘛会当伫金钟奖的台顶接受大家呼声。我爱台湾，我爱粉丝，我爱你们，我爱歌仔戏，谢谢。记者林书豪张随台北报道。